实际上这球威胁并不大。对。哎呦，这球防得好！机会了，李莹，好，哎呦！这回合数不过来了，好球，太棒了！再回来，远网，界内，再来，又回来了。扣球，漂亮！哎呦，这是写入排球史册的回合球，好球！哦，太兴奋了，这个球太兴奋了，这是非常提气的一个球。是。我想我们的体坛新视野节目会和观众朋友